高雄的义乡天地百货广场昨暗有民众指出讲，伫停车场等点外钟，车阁驶袂出停车场。民众是批评讲，停车场的动位规划有问题。也毋过，商场是表示讲，是因为落大雨，附近拢会塞车，才会造成停车场的车驶袂出去。路口监视器会当看到，初二下暗高雄落雨，这间百货公司停车场出入口，侪侪车拢塞伫车路，车辆完全无法度顶动。这时阵，真侪车也塞伫停车场内底，有民众伫网络卖讲，今日伫停车场内面塞甲1点外钟也袂出来。不满的民众伫网络批评，也伫 Google 写一册评论。其实因为这个百货公司隔壁阁有大卖场，民众拢知影，才特塞车。不好事都会。出入口是以大顺路，毋过因为大顺人做轻轨，所以刷来这边，就全部的车用伊这条路顶管。我当然是会希望可以改善，但是其实这个感觉起来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毕竟车道就是这么宽。受困伫地下停车场的民众真不满，百货公司表示讲，地下停车场总共1600个车位，拜日下晡拢是满的，暗时外口的车路本地就拢是车，才致使为停车场出来车无法度顶动，迄阵有车人员到场管制。差不多下晡1点的时阵，停车场就基本上要满啦，所以基本现场就安排咱人员去注意咱遮的民众会使甲车停去阮的体育的停车场遐做停放，会使。甚至分散咱的民众停车的所在。交通局表示讲，东港停车场的出口号志拢是正常运作，而且迄条龙德新路路况拢是无问题。因为落雨天车流量本地就较大，才会造成路上塞车情形。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